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2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住伫悖逆的人中间，因有目睭，毋过无要看；有耳孔，毋过无要听，因为因拢是悖逆的人。所以，人子，你着准备受放逐的时所需要的包袱仔，当头白日，伫因的目睭前离开你住的所在，去别位。因虽然悖逆，可能会因为你的行动觉醒。你着伫日时伫因的目睭前，摕你款好伫受放逐的时要用的包袱仔出去。到黄昏，你着伫因的面前，亲像受放逐的人离开。你搁着伫因还伫看的时，甲你厝的壁压空，对迄空赶包袱仔出去。到天暗的时，你着伫因面前，甲包袱仔徛伫经头行出去。你搁着甲你的面牵起来，看袂着即块地，我要互你成做我刑罚以色列人的兆头。我就照上主的命令做。迄日，我伫日时将款好伫受放逐的时要用的包袱仔摕出来。到黄昏，我用手甲壁压空，天暗的时，伫众人的面前徛包袱仔离开。过早起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遐个悖逆的以色列人若问你，你伫创啥？你着甲因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这是有关伫耶路撒冷的王甲所有以色列人的信息。你着甲因讲：我就是恁的兆头，我所做要发生伫恁身上，恁要受掠受放逐。恁的王要伫天暗的时徛包袱仔，对为着伊屋的壁孔出去，伊的面要嵌地，看袂着即块地。我要拍网，甲伊掠起来，掠去巴比伦。伊看袂着迄个所在，落尾会死伫遐。我要甲伊的军队甲四周围所有帮衬伊的人，赶散去东西南北逐所在，嘛要背刀对杀因。我甲因赶散去列国，甲因放逐去逐所在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毋过，我要甲因留一寡人，无死伫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。安尼，遐个留落来的人，要伫受放逐的逐国，讲起家己早前所做的歹代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食饭的时着皮皮喘，啉水的时着惊吓不安。你着对即所在的人民讲，这是至悬的上主有关留伫以色列本国的耶路撒冷人民讲的话。因食饭的时会皮皮喘，啉水的时会惊吓不安，因为遐个子民无法无天，因的土地会趴荒，无剩半项。有人住的城镇会荒废，土地会趴荒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以色列人是安怎有俗语讲，日子一日一日伫过，无一个异象实现？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互
即句上句无搁流行，以色列人袂搁讲即句上句。你着甲因讲，时日逼近啦，所有的异象拢要实现啦。以色列人中间无要搁有假的异象，也是人介意听的预言。我上主亲嘴对因讲的话一定会实现，袂延迟。背逆的人啊，我甲恁讲的话，要伫恁活地的时实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搁对我讲：人子，以色列人要讲，伊看见的异象是伫讲真久以后的代志。所讲的预言，拢是指遥远的将来。所以，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话无一句会延迟，我讲的话一定实现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